对迄粒了后，我的脑部一半做工，一半野手挂灯牌、夜景、穿盔甲，歌手拢徛伫优待众人的后面。起声树的，踏地的，搁踏鹰的踏，一手做工，一手也滚去。起座的，大家爬倒照安尼起座，分扫角的伫我的身边。我甲遮个贵族官长家己话百姓讲，即个工扩大，咱伫城树顶分开3里不止远。恁无论伫倒落，听见扫角的声，由着直接来到阮遐。咱的上帝要替咱交济。阮安尼做工，因的一半野手对天普光到现出现的时，请陈老师讲道，听无是因信真济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有一位智慧的老师，为着要互伊的学生找到幸福人生的秘诀，就带伊的学生到全国上宋乡的庄脚，找到一户上善的人家，并且拜托因，互因两人住一暗。这个老师甲学生，因两个人入去迄个厝内四界看，哦，迄间厝内面拢无啥物值钱的遮物件。四面的壁看起来嘛是敢若要倒，摇摇摆摆。厝顶嘛是用草所搭的，所以落雨时应该嘛会漏水。但是上厉害的就是，这间细细间的厝竟然住8个人。这个人身躯所穿的嘛是破衫破裤，因的面貌看起来嘛非常的忧愁。这个老师看了这个厝内，就带伊的学生行出这个厝外。然后哪行哪讲，哎呀，这个花啊，真正是非常非常的善。但是当因行到厝外，看见这个人有饲一只牛，就是一只真普通的牛。但是因规家看这只牛非常的重要，这当对因的对话看会出来。因的对话就是会问讲，敢有饲牛？牛敢有清气的水通啉？你敢有将牛关好，紧去接牛奶啦？因遮个对话就互人感觉到讲，即只牛就是因生活的中心。虽然即只牛接出来牛奶，敢若勉强维持因的生活，但是因看即只牛就是因厝内非常重要的一份子。因为即只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，就是互因会伫真散佚的环境的内面，会当看见哇，因的厝边会讲哇，因兜有一只牛呢。因就安尼伫遐困一暗。第二天早起，这个老师甲学生趁这个火还未起床的时，因就准备起床，准备要离开。但是这个学生内心非常犹豫，讲：老师，你带我来遮，你到底要教我甚物？爱我安怎去找着幸福啊？所以伊内心非常犹豫。就伫因慢慢要离开的时，这个老师轻声甲伊讲：你着细腻看。我要开始教你上课啊！这个老师慢慢行往这只牛，突然间摕出一支刀，然后一刀就堵往迄只牛的然后，迄只牛当场就老火就死啊！哇！这个学生戆去，但是惊讲甲这个人吵去，就真细声甲老师问讲：老师，你是咧教啥啦？你竟然将因唯一有价值的牛杀死呢？安尼因以后是要安怎生活？这个老师嘛，毋管学生伫遐抗议，也是学生的疑问，伊就做伊行。所以，这个学生虽然无理解，但是嘛无办法，只好缀老师离开。但是，伊的心内一直为着这个伙仔，因无法度生活，伊伫遐来担心，伊伫遐咧艰苦。一年了后，老师建议讲：咱搁转来迄家伙仔来看卖一下。经过几工的旅行。因总算来到迄个所在，但是非常奇怪，伫同一个地点，进前迄间看起来要破的厝竟然无去啊！厝内是一间看起来阁新阁好的厝。哇！这个学生内心想讲，
大概即个火伫即只牛死去了后，无法度生存，所以因搬离开啊。但是伊阁想讲，伊就想要知影讲，即个火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就去弄门。出来开门的是一个真亲切的查甫人。学生一看，即个就是1年前接待因的迄个男主人嘛。但是伊即马看起来哪无共款，清茶真整齐，面带笑容。学生就甲问讲：阮是1年前阮来借恁兜住的，但是阮即马看的你，甲1年前的你，敢若有差真济呢？即个男主人毋知影讲，因就是1年前将因兜的牛杀死的人，所以就接待因2个人入去坐，甲因分享伊性命变化。即个男主人讲：1年前毋知是谁嫉妒阮兜有一只牛，就将伊杀死。阮第一个反应是非常绝望，因为伊是阮兜唯一的财产，阮生活的重心，并且嘛因为伊，阮才会当得到厝边的尊重。但是牛死啊，嘛无法度挽回，阮日子嘛爱照过，所以阮只好去找其他的代志来维持阮的生活。阮就想讲，阮的后面有一块空地，所以阮就将伊整理好势来种菜。修行勉强会当过生活，无想到过一段时间了后，生产的量超过阮每一工所需要的，所以阮就将假的菜摕去市场卖，然后阮搁去买搁较侪种子，无偌久了后，阮就趁搁较侪钱。这是阮一世人以来，阮无想到阮会当过安尼日子，就是阮竟然会当有钱，会当去市场去买衫、买裤来穿。伫顶个月，阮嘛存有够额的钱，会当来起一间厝。无想到阮会当来过进前阮所想象袂到的生活。这个故事叫做《向台我的牛》。作者用这个故事来提醒每一个人拢有牛，但是这只牛毋是真正的牛，是咱定定所使用的借口、理由、负面的想法。也是自我安慰，或者是别人对你的意见，也是看法。这个物件阻止咱无法度去突破。亲像故事中间的这户人家，因过去的重心就是迄只牛，所以虽然因勉强过生活，但是一天就安尼过了一天，什么拢无改变。若毋是因兜的牛死，因绝对嘛是安尼继续过落去。因为伫一个真安全舒适的环境，每天用一天过一天的态度，是比突破，是比改变，是比面对问题搁较容易。所以尼希米带这以色列人来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，咱看见嘛是真侪牛伫遐来出现伫伊的面前。这牛有的是对外在来的攻击。但是有诶嘛是对内部来的忧愁失志。尼希米伊会当转身来离开，转去波斯做伊即个做官的生活。但是伊嘛会当勇敢来面对，无互这个牛拖磨伊的心智甲伊的意向。伫第2章，当即个重建城墙的工课开始的进程，外在攻击嘛已经出现。所以，当这以色列人因开始来做工，攻击就来到上悬的所在。第1节到第3节讲，这外族的人有2个人叫做参巴拉甲多比亚，伫遐踢笑因讲：恁这软弱的犹太人会当做啥呢？恁想要设法，互恁家己坚固吗？恁想要限制恁会当成功吗？恁要一日成功吗？要对土堆中提出互火烧过石头来起造吗？所以非常看袂起因。这个多比亚嘛笑因讲：恁所起的墙，若有一只狐狸上去，就会甲伊这个墙打互倒。恁做这个工无路用啦。并且上恐怖的就是，因毋但伫口头踢笑因，甚至联合其他的外族，都无要来攻击耶路撒冷。只是耶路撒冷因的城墙敢若起一半，
哪有可能有能力会当来对抗这外来的危险咧？毋过，毋单这外来的危险，尼希米搁爱面对家己的同胞的失志惊吓，因甲尼希米讲，哎，你看，这物件，这城墙倒去的物件，搁遐尼济，阮已经无力来担，所以阮袂当起造城墙啊。咱敢会记哩？原本因以前是讲，咱起来起造吧。但是牛出现伫因的面头前，为着避免冲突，为着安全，因讲阮无可能来起造啊。因已经失去信心，无气力，搁较免讲因会记牢上帝的异象。因的目睭敢若看见迄个起一半的城墙，因敢若看见外族的计谋，但是因袂记得上帝的恩典。因袂记得即个波斯王安怎来要帮助因，因竟然有10摆来求尼希米派兵来去救援因。但是面对这个困境，尼希米第一个反应，毋是甲波斯王求救，讲啊，你紧增加军队来救援，嘛毋是爱波斯王讲，你帮助我去拄起遐个对敌。尼希米第一项做的就是祈祷。第一段伊的祈祷是第40到第5节。伊家己个人私人的祈祷，伊伫遐祈祷讲：阮的上帝求你听，因为阮互人看轻，求你互因的诽谤归伫因的头壳，互因伫受掠的地拄着抢劫，无伫压砍因的罪过，无伫互因的罪恶对你的面前撤销，因为因伫起诉的人的面前激动你的生气。咱看即段祈祷，即段祈祷是上帝。是尼希米求上帝安怎处罚即只的攻击因的人。哇！即段祈祷敢若咱所认知的信仰，也是耶稣教咱讲爱听对敌，为着对敌祈祷的安尼教导，敢若无共款呢？哦，咱内心看到安尼祈祷，会想讲：哇！我哪会当亲像尼希米安尼祈祷，求上帝报应紧紧临到遐攻击我的人，毋知影有偌好咧？但是，咱袂当掠掉咱家己想要爱的经文来持守。咱爱来看尼希米为虾米会讲这个话，只有2方面的解说。第一个就是尼希米甲咱同款，拢是人。面对这个人的攻击，伊当然会想要埋怨，但是伊是来到上帝面前，甲上帝讲，伊无去找别人讲，来惹出搁较侪的代志，伊直接来到上帝面前来表明伊的痛苦。兄弟姊妹，这互咱真好的学习。有的人会认为讲，哎呀，我伫上帝面前讲我的对敌对我安怎，我偌委屈，好亲像我敢若是一个要杯啊，伫甲上帝打小报告。也是讲，咱有的人会认为讲，啊，伫祈祷内面伫遐控诉我的对敌，讲伊的无好，这嘛敢若毋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，因为圣经拢教咱爱安怎，爱赦免人，爱疼人。安尼，我哪会当甲上帝讲，即个人会无好咧？但是上帝无爱咱做一个双面人。上帝当然知影，拄着即种情形的时，咱会生气。但是尼希米的祈祷，互咱看见，伫咱受委屈了后，咱会当伫上帝面前来表明咱的心情，较毋是去找人埋怨。有时咱讲话迄个人有可能会当同理你的心情，但是伊无法度解决你的问题，伊嘛无法度医治你。但是你讲话对象嘛有可能会产生真侪话，制造搁较侪问题。但是咱的上帝伊听咱的祈祷，伊毋若听，伊嘛接纳咱所有的心情，甲咱的软弱，甚至是迄种看起来真无属灵的祈祷的内容。但是上帝伊嘛毋是静静在听，伊嘛会回应。虽然伊无亲嘴讲咱来讲话，但是圣神透过咱所读的圣经，咱身躯边的人来进行医治甲安慰。另外一方面，尼希米的祈祷，伊毋是为着家己在祈祷，伊是在敲找上帝的公义，伊仰望上帝的公义临到。所以，伊毋是替家己认为的正义在出声。这嘛提醒咱，有时基督徒真爱去扮演正义使者的角色。咱认为咱是替天行道，
咧替上帝行公道。但是问题是，咱家己认为的正义，敢真正是上帝的公义咧？有一段经文，咱会当来思考，就是耶稣甲伊学生入去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庄舍，但是无人要接待因。这个人无行中东的人因应该有的招待出外人的迄个规矩，因为咱知影中东的人因应该有即个好客之道，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因无，所以雅各甲约翰就问耶稣讲：主啊，你爱阮叫火对天降落来灭因吗？哇！即个雅各甲约翰因内心想讲，阮是伫替天行道呢。耶稣啊，即群人无接待恁呢，无接待阮呢，咱就应该安尼做来处罚因。看起来真正是非常的正义，但是行伫因头前的耶稣，活过身来责备因，因为因无明白耶稣的心意。虽然耶稣平素嘛会责备人，但是伊责备的拢是遐读爱人就近上帝的遐行为。但是这个学生无明白耶稣疼惜人性命的心意，这个学生无明白耶稣愿意人人得救的心意，甚至耶稣是愿意为着所有的人来死的心意，这个学生也无明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祈祷真正是咱一生爱学习的功课。当然，咱会当做迄个真直觉的祷告。什么叫直觉的祷告？就是咱会当为着咱需要一切拄着的困难来祈祷。直觉祷告好亲像是一个紧急信号灯，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现在真需要你的帮助。但是基督徒袂当一直停留伫安尼的祈祷，咱爱有较侪属灵的祈祷。属灵的祈祷毋是讲方言，毋是倒落去。属灵的祈祷是咱甲上帝真实的对话。这个对话就是建立伫咱对上帝的认捌。咱若对上帝认捌哪来哪清楚，咱就会当甲上帝有真实的一个对谈。透过咱平常读圣经，透过咱对伊认捌搁较深，就是透过咱参加真侪信仰的课程。咱伫信仰的团体中间彼此分享，听见这兄弟姊妹因伫面对困难、困境的时，因是安怎来倚靠上帝，这嘛会当来帮助咱。所以，当咱伫认捌上帝哪来哪深了后，咱就会当做安尼一个属灵性命的对话。咱袂阁干那为着咱的需要得祈祷上帝，咱会当甲上帝有真实的对话。搁来，咱看见。当这以色列人面对敌趁机会要来攻击因的时，因惊甲哪止，10摆来求尼希米增加军队。尼希米听见伊的同胞安尼情形，伊无责备讲：啊，恁这软弱无志气的人。尼希米是搁一届来激励因，但是尼希米爱因伫困境中间去看见上帝。尼希米甲因讲：无得惊。就记得主是大搁通惊的，尼希米叫因着记得，爱记得啥咧？尼希米提醒因，恁就将恁的注意力对准上帝，毋是一直去看迄个看会见的对敌，因为人是有限的，无算做是啥物。但是上帝是无限的，所以伊是咱敬畏的。咱爱惊是上帝啊！上帝是无限的，是咱看袂见的，所以遐看会见的对敌算什么咧？并且对敌甲困难，袂因为咱付出搁较侪时间甲精神就会减少。但是咱的目睭若一直注意遮个，会互咱哪来哪失志。因为咱的目睭所看的就是遮个问题嘛，就是遮个牛嘛。所以尼希米爱因伫困境的内面。爱一直将全能的上帝记牢伫因的头壳内面，莫留芳互魔鬼，莫互魔鬼找着机会侵入因的心思意念，一点仔一点仔偷摕因对上帝的信心。兄弟姊妹，这嘛是对咱的提醒，因为魔鬼嘛真厉害，伫抢夺咱的灵魂。当伊成功，互咱的信心转离开上帝了后，咱就开始行远毁灭。
亲像卖耶稣的犹大。当伫约翰福音13章第20有安尼讲，食下饭顿的时，魔鬼已经将出卖耶稣的意思藏伫加略人西门的囝犹大的心。所以历史上真侪人替犹大来讲话，讲：哎呀，伊较衰尔啦，这拢是魔鬼的计谋，哪会当怪犹大咧？伊敢若是一个工具。但是偏偏是耶稣的学生。为什么只有犹大伊会卖耶稣？咱以前拢讲，即个犹大是爱钱，所以伊出卖耶稣。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啥？伊捌耶稣无够深，伊从来毋捌亲像其他学生称呼耶稣是主啊。犹大拢称耶稣是啥？列比，列比的意思就是老师。伫伊内心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老师，毋是上帝请来弥赛亚。即个人嘛无可能带阮推翻罗马政权的统治，所以犹大真容易会当因为安尼做出卖耶稣的安尼一个行为。虽然魔鬼已经将出卖耶稣的意思藏伫犹大内面，但是嘛有真侪机会。犹大是有能力会当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因为耶稣已经有事先提出警告。耶稣讲：恁中间一个人甲我三甲食的要卖我，耶稣已经知影，所以伊伫即时应该嘛会当反悔，会当悔改。耶稣甚至讲出即个人的结局，若是卖人囝的有才的啊，迄人无出世较好。犹大听到安尼，伊嘛会当悔改，无做安尼的代志。但是犹大伊选择的毋是悔改，因为伊的心已经互魔鬼占掉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尼希米提醒咱，着记得当记得，着记得咱的上帝。这个记得，毋是讲咱伫咱的宗教信仰栏顶面交一个我是基督徒。这个记得是咱爱对信仰有正确的认捌，但是正确的认捌就要透过正确的学习，毋是靠咱的经验，因为靠经验无法度有正确的认捌。今仔日是咱教会的儿童组来服侍主日礼拜讲台的服侍，伫咱每一年拢会安排安尼主日，互囡仔来参与服侍，就是唤醒咱所有兄弟姊妹对宗教教育的重视。咱拢非常重视伫即个世间的教育，咱拼命送咱的囡仔去上好的学校，拼命互因去补习班、安亲班，咱真努力来栽培咱的囡仔。但是伫信仰方面呢，咱敢有努力伫栽培因？咱敢有努力，互因自细汉就行伫一个对信仰有正确认捌的道路，然后互因一世人袂摇错？兄弟姊妹，当咱的细囝，因伫一生中间永远记得上帝，无论因以后拄着逆境也是顺境，相信因拢会是上帝合上帝心意、互主祝福的一个人。过来，咱来看尼希米爱因伫困境中间去看见家己的责任，就为着恁的兄弟、恁的囝、恁的查某囝、恁的某、恁的厝体来交战。所以上实际，起造这个城墙，毋那是为着上帝的义上，毋那为着上帝的名，毋免去受着侮辱。搁较重要、搁较实际是啥？为着恁啊，恁家己啊，家庭，恁的后一代，这是恁上关心的。所以为着恁的家庭，勇敢来征战吧。我相信咱中间做父母的，咱所想所做，拢是为着后一代。咱毋望因会当有教育的气力，甲人竞争；咱毋望因会当无后顾之忧，甚至咱中间真侪长辈，伫破病时嘛毋敢甲咱的囡仔讲：“哎呀，惊甲因制造麻烦。”咱伫世间的代志拢会安尼想，但是伫信仰方面的代志咧，哎，无要紧，等伊考试考完甲讲；哎呀，等伊的工作较稳定甲讲；啊，等伊的囡仔较大汉甲讲。但是，当咱想要讲的时，咱已经无任何影响力。
所以兄弟姊妹伫信仰方面，咱嘛爱为着咱的后一代来征战。咱的后一代面对的压力比咱即代搁较侪，因为因面对的是一个真快速变化的世界。若无上帝恩典，若无耶稣伫因的内面真做信仰的救主，若无信心引带因提醒因哪有气力来面对遮个咧？有真侪父母讲：“哎，我囡仔无用，我替因祈祷就好。”会当安尼做，但是这无完全，因为基督教信仰无需要祭司来替咱祈祷。上帝爱的是咱家己来到伊的面前。所以，咱应该做的就是将囡仔带来上帝面前，互伊有机会会当认捌即个信仰。另外，伫咱最近，咱教会伫讲建堂，嘛需要咱来替咱的后一代来征战。其实，伫2礼拜之前，咱建堂的计划提出来，甲咱所有兄弟姊妹来分享的时，就有人会来找我来分享因的看法。但是我毋是财务，嘛毋是起造教会建筑的专家，所以钱要安怎来，建筑物要安怎去，我拢毋知影。但是我会当唯一会当知影的是啥？当咱决意要起一间新的礼拜堂，咱所想的无过是咱即群人，咱所想的是啥？即个后一代，就是今仔日坐伫咱中间的即个儿童、即个青少年，甲因将来会接触到的人。咱看今仔的经文，遮以色列人无讲，哎呀，等阮的囡仔较大汉，咱才来起造遮个城墙嘛。因无讲，等阮较有气力，等阮无对敌，阮才起来起吧。咱看见，当尼希米基督煞，伊将原本摕工具伫遐起城墙的人组织起来，互因徛伫城墙后面，地势较低，对敌看袂到的所在，伫遐随时来防备。所以，当对敌听到因安尼做，就暂时拍消要入攻要攻击这个耶路撒冷的计划，并且对迄时开始，所有的人一手做工，一手摕兵器，这表示因非常的警戒，并且听到哨角在弹的时，嘛自执起来。兄弟姊妹，当对敌看到因安尼，敢会惊？当然会。因为对敌看见的，无过是迄群残兵败将、惊吓、毋知安怎做的一群人。因看见的是一群勇敢备战的百姓，并且即群百姓胸有成竹地遐讲：阮的上帝替阮交战。然后上帝同在，虽然遮个人摕毋是真精良、真厉害的兵器，但是上帝要互因得胜。同款，当咱决意要建堂，若是即个建堂是上帝交代互咱的责任，咱嘛相信，富有的上帝会用伊的方法来补足咱所有的欠缺。但是咱需要的是啥？坚持甲信心。就亲像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，头前面对的是红海，后面是埃及的追兵。会发生什么代志，因毋知影。因所看见的就是啥？绝望啊！但是当约柜伫头前带头，当祭司踏出第一步，因嘛顺服缀伫行时，咱看见红海伫因的面头前来分开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伫面对困难，咱需要的是将咱眼前的牛来撒开。若无，咱活袂出上帝要伫咱身上所要显明的一个荣光。并且咱嘛爱相信，当咱愿意去面对，上帝一定替咱征战。上帝使用的方法咱毋知影，但是只要咱注目上帝，知影伊所想事的，毋是惊吓的心心，是关灵，是仁爱、守己的心心，咱就勇敢起来，咱就将家己来装备起来，并且倚靠咱的大牧者，咱的上帝要替咱征战。咱做伙来祈祷。